继续来看风台的消息，风台花加沙早起已经转做中度风台，暴风圈啊继续咧扩大，不排除是会冚过规个南台湾。气象署按算上紧伫个礼拜就发布海上甲陆上警报。美塔风台减弱消散，各地出日头，出现短暂稳定的天气。不过，所来伫后壁的花加沙风台，拜六早起增强为中度风台，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200公里。伫往巴士海峡刷震动的过程会继续增强，拜一暗到拜二，日时啊会是风台离台湾上近、影响上大的时阵，暴风可无排除包括南台湾东部会有激烈的落雨。周一开始，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其实东半部雨势都比较大，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到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强风、豪雨，还有海面上风浪都是比较大的状况。拜日起，受风台外围分系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甲东部地区开始落雨，桃园甲东南部也会开始有雨。各地过头了后，雨也会增强。拜一到拜二，风台影响上激烈，尤其东部、东南部、甲东北部高屏山区爱咸黄大水河等级以上落雨发生。它至少可以达到中度台风到强烈台风的等级，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在南海啊，还有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所谓的风王那因此这个台风不止会带来显著的降雨，也要注意到了风。专家预告，自拜二早起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暗时陆上风台警报，一直到海警解除，影响时间大约60点钟。除了雨势，也爱注意强风，因为路线也有可能变动。若搁较靠近台湾暴风圈，涵盖将会搁较快，请民众优先做好风台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